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！呢度係佛山三中2025年校運會比賽現場，我係今日嘅比賽旁述 Kimi， 即將進行嘅係高二級男子100米飛人大戰。參賽運動員介紹：一度7班體育委員劉連博，2度籃球決賽 MVP 霍柏宇，3度1班戴正浩，4度21班運動健將潘永海。5度9班 S6 進步之星鄧炳入，6度4班麥超哥林卓滿，7度卓亞班物理科代表歐瑞興，8度卓亞班體育委員羅禮子。運動員準備上道，哇，好緊張啊！學校紀錄係10秒7，年級紀錄係11秒28。比賽開始，4度潘永海同埋7度歐瑞興一馬當先，所有運動員並駕齊驅，核心發力，擺臂抬頭。挺到身體，加速，保持。21班潘永海張開雙手衝線，奪得冠軍，致敬短跑女神牙買加保特。我哋再嚟睇下衝線嘅慢鏡，4度21班潘永海快到離晒譜啊！11秒11打破年級嘅紀錄。呢場高二男子100米飛人大戰真係好精彩啊！我哋最尾再睇下總成績。